青丽，为了将伊也记着我的囝，我的心肝囝。阿娘，青丽。就是死也安心咯。阿娘，请你小儿不孝，害你并无雕饰奉养阿娘，求母亲你就原谅。你才唔通安尼死讲。阿娘，今日母仔囝相逢，你应该爱欢喜甲着，唔通搁再伤心啊。大概是受过欢喜去，对啦，会张文呢。你去进城去补回来。实在是真可惜，因为只有即句我无伫厝内，袂当介绍互恁两个见面。阿娘啊，张文阴暗就转来啊。阿娘，已经夜暗啊，我想你倒转去房间去休困，有话明仔载咱再过来讲好。啊无，金銮啊，你小弟你着好好照顾。是。阿姊，只要是当时会倒转来。遮尔晚还袂倒转来，大概明仔载才会转来。明仔载。亲弟，家在是神保庇咱，咱会当规家团圆。来，咱来烧香拜一下。好。就听迄声，哪无看人影？亲弟，你大概听唔到啦，这个时阵无人会来啦。哦。阿姊，你也着休困。亲弟，真是时候无早，我扶你来房间休困。好。
气死我！我一定要来将伊活活杀死！大哥啊，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啦？你的大嫂伊大嫂是安怎？感觉别人伫咧幽会啦。这免哪会啦？大嫂毋是迄种人啦。哎呀，你着免替伫咧讲话，是我亲目睭看到的啊！看伫后厅，甲人伫咧幽会。我一定要来杀伊！我一定要来杀伊！当下。大哥啊，对方是啥物款人？有功夫还是无？看起来功夫敢若袂歹。啊，若安尼你都爱较小心咧呢。若毋是讲我手受伤伫的吼，我都会当替你来去解决迄个小囝。哎呀，无要紧，伊虽是身躯边有歹宝剑伫咧，看起来敢若亲像一个文弱的书生。我自信有办法对付伊。身躯有歹宝剑，看起来佫敢若亲像文弱的书生，毋对啊！是毋是？生做眉清眼秀，缘投。你捌？哼，迄就是我的仇人啦。哈？你的仇人？是啊，马宗兵叫我要去杀，就是迄个人啦。啊，小弟的伤也是去互伊射伤的啦。安尼好，伊今仔日来遮，死自投罗网。贤弟，你放心，今夜有兄一定会替你报仇。互你死！哎呦！你是什么人？你甲我放开！哎呦！你放！你是什么人？我甲你是什么冤？什么事？为什么要来杀我呢？哼！我甲无办法通我杀你啊！随在你啦，你免问我哩多嘛！究竟你我有何冤咯？如果在我为哪端，先迄可留我跳可断，大这之分是难曲转。你讲我夺着你的牵手，这哪有可能的代志？无可能！恁两个人明明伫咧后厅伫咧幽会，是我亲目睭看到的，你搁也想要狡辩？原来对我有误解哦，听我将着说互你知，哼，情义充分你免辩解，你不问是非不应该哦。枉你一身好功夫，你大人的切实是高不如。你恨我，我自己无本事，不能将你这个败类渡。放！你嘛毋免来骂甲遐尼真歹听。是讲这无怪啦，你都毋捌我。啊！我着爱捌你啊！阮某对着你，什么意思？我着爱捌你。放啊！生气啊！莫生气！我袂搁再甲你动武啊！你我的关联真特殊。特殊咯，甲无特殊，阮某都对着你，免讲嘛特刘殊。青本是你的妻子，你是刘青的媳妇啊！
你是青帝？是，哎呀，原来你是青帝啊！你是我的姊夫啊。青梨呀，阿娘来啊！青梨呀，阿娘，甲表，我拄则听你房间内有伫咧打斗的声音，无是。青帝，拄则的代志。青梨呀，你还袂回答我，是发生啥物代志咧？阿娘，因为我甲阮姊夫就斗阵伫伫咧创啥？阮伫咧练舞啊，哦，毋知大细声。练舞啊是啊。阿姊，相公，啊你什么时阵转来？拄仔才倒转来啦。我就听迄小李讲哦，青帝倒转来，所以我毋才来看伊。现在啊，啊？你拄则甲青梨伫咧比武，阮囝的武艺是如何咧？好啊，我输伊哦。啊，对啦，青帝，你震动管的中间敢有无着刺客？刺客，敢若无咧。但是我会记得有看到一片乌云伫咧我的头壳顶飞来飞去，我感觉真奇怪，所以甲射一箭。箭射了后，迄片乌云一下散开，好亲像有一个人影。那安尼就对咯。这个人姓刘名克，现在伫咧我的厝内面伫咧养伤，也是甲表你的儿子。伊的身躯边有一件宝贝，叫做色魂佩，人可徛在佩上，飞行自如。你所看的迄片的乌云就是刘克。假使若毋是你射的一箭只，青帝，你早就记将我暗算咯。无啊，是安怎遐庆梨要伤害青梨？这到底是安怎咧？这，甲表，你嘛袂用咧怪老贤弟啊！我知影伊是奉马总兵的命令来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啊！青梨啊，无迄个马总兵，甲咱是啥物冤啥物仇？伊是安怎会要命人来杀害你咧？